今日我會用中年好聲音3個組合嘅例子，講一講和音組合中嘅精彩或者不足同埋特色。首先我要講係劉洋同沈宗賢呢一對組合，我個人好中意，尤其個沈宗賢我係第一次聽佢唱歌，佢嘅聲音嘅控制好穩定，同埋聲音出嚟好舒服，好勻循。佢嘅配合係為劉洋加分嘅，咁劉洋自己又唱得好穩定，佢哋兩個各自嘅 solo 都唱得好靚，到配合嗰時咧又配合得好好。首先係音準好，第二佢哋兩個口型同埋語氣係一樣嘅，第三佢哋出出入入好整齊，所以佢哋3樣都做得好好。我認為呢首歌係唱得好出色，尤其我選呢段最後嗰句，佢哋兩個有種仰天長嘆嘅感覺，好飽滿。總之我係俾佢哋呢首歌滿分嘅。一次愛個夠，給你我所有，讓我一次愛個夠，現在和以後，忘了曾經擁有什麼，所以才會覺得足夠。現在才發現我們失去太多。頭先呢個係一個精彩嘅例子，跟住落嚟咧，我想講少少一個不足嘅組合，就係陳子瑩呢個組合。子瑩自己係唱得好好，無論從語氣到佢嘅音樂流動，同埋佢聲音嘅運用，全部做得好好。子瑩，但係個配合者咧，安雅希咧，佢就係另一個 style。即係佢自己一個人唱嗰時，我都可以接受佢嗰種鬼妹仔風格，我可以接受嘅。但係佢一同阿子瑩配合嗰時咧，就完全係分離嘅。我上一堂課講到3個要素，除咗你音準，你一定要同個主音嗰個口型、嗰個語氣要一樣，咁先可以和埋一齊嘅。但係安雅希咧就係自己唱自己，即係佢咬字係唔清楚嘅，咁佢以為細細聲咧。含含糊就過到關，其實唔得㗎。你一定同個主音一模一樣嘅。好似我呢度嘅第一句，子瑩係累得很，但係安雅希就累得很，含含糊，完全唔跟阿子瑩嗰個咬字方式，唔跟佢個口型，唔跟佢個語氣，所以係貼唔埋嘅。唱咗等於冇唱。嗱，最後一句咧，阿子瑩係抱着我，係圓嘅口型，但係安雅希抱着我，即係佢係唔打開個口又唔歸音，我認為呢個和音係唔成功嘅。但係我都要表揚埋子瑩，係子瑩自己係唱得好出色。為何大家爭吵到最好過，勝過笑不出聲抱着我。第3個組合咧就係顏米高呢個組合，咁佢個搭檔咧嗰個名好難記，我就唔講。呢隻歌首先揀得好好，好有一種戲劇演出嘅氣氛，一種戲劇表演嘅氣氛，好有張力。顏米高一聽佢就係好有經驗嘅歌手，尤其唱呢種大故事性、大戲劇性嘅歌，佢係演繹得好有角色感覺。咁咧，女聲都配合得好，女聲唔係我最中意嗰種聲音，但係佢唱呢隻歌咧，佢好灑得開，又係有角色感覺，唱出咗角色嘅張力，好好。呢一對組合喺成個比賽中係以風格取勝咗，所以我都係要俾佢哋一個讚。懷着了，賭了輸，最後瘋狂。